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節目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4個人，我哋介紹下自己先啦。咁我係界限書店嘅 Leanne，我係界限嘅 Amber，我係界限嘅 Lester，我係樓下書舍嘅 Mandy。大家見到我哋前面有2本書啦。我哋今日嘅環節係做讀書會嘅，我哋就睇做書的人啦。咁但係主力係講第一本，但係因為第2本同第一本有啲關聯，所以我都有睇埋第2本嘅。咁我哋介紹下本書嘅背景先啦。咁佢其實就係台灣嘅獨立出版社叫做逗點文創結社佢哋做嘅。咁社長係陳夏文啦。咁但係佢就揾咗佢嘅團隊，因為佢唔識韓文啦，咁就揾咗一個識韓文嘅翻譯佢去寫埋呢本書，同埋揾咗個攝影師。咁佢哋3個人就一齊去呢個首爾嗰度，同埋韓國其他地方啦，去訪問唔同嘅獨立出版社。咁點解佢會想做呢本書咧？就係因為佢可能佢做獨立出版社嘅時候，都會想去唔同地方度參考下大家點做。咁佢就去到首爾書展咧，就覺得哇咁勁嘅，佢哋入到去嗰個氣氛，覺得好舒服啦，好得意啦，好有創意。所以佢就想做呢本書咧，其實就係透過訪問唔同嘅行家啦，咁去取經嘅。我覺得呢樣嘢幾得意咯，即係我哋係香港嘅書業，但係我哋睇緊台灣人訪問韓國嘅書，好得意成件事。同埋咧，通常如果喺台灣去講一啲書業嘅書咧，好多都係講日本啦。譬如因為喺亞洲圈入邊，日本可能係最先做書比較成熟啲嘅行業，跟住台灣就跟上啦。但係韓國好似都有做緊啲嘢，但係我哋都唔係好知佢做緊啲咩。所以訪問完佢哋之後，好似對於韓國嗰個書業會有多啲了解。咁當然唔係成個行業啦，佢都冇訪問咁多人，同埋我諗佢哋作為獨立出版社喺呢個圈入邊又未必係好核心嗰一種大型出版社嘅狀況。咁不過佢揀嗰啲出版社，我覺得都幾特別嘅。咁我都逐個介紹下啦。第一個就係春日景寧啦，咁佢係做一啲女性主義嘅書啦。佢點解會開呢個出版社都好大原因係同一啲女性議題有關。咁第二個就係第二提綱啦，佢就係做一啲左翼相關嘅書，係比較 hardcore 啲嘅，佢自己都覺得比較深嘅咁樣。第三個就係概念誌啦，第四個就係一頁出版啦，同埋山羊啦。咁有幾間都係佢哋啲名好得意，同埋佢個 concept 係比較獨特咁樣嘅，係啦。同埋有在地店家研究誌啦、3棱鏡啦、悠悠出版社啦、動詞出版啦、思策出版啦，同埋個人出版叫做李宰榮，係啦。咁就係有呢10個唔同嘅單位。一開頭即係佢個原先嘅目的就係取經啊嘛，佢就問咗好多行業上或者佢哋點樣經營嘅問題啦，譬如就係佢哋點解會開啦，跟住有啲咩地點會發書過去啦，有咩行銷策略啦，賣得最好嘅書啦，同埋佢哋開出版社前後啊等等各樣嘅東西。如果你問你哋最深刻嘅一間會係邊間3棱鏡咯，因為佢係一本電影嘅季刊啦，嗰個創辦人係 Year 3就已經去創辦啦，然後佢每年年尾就定咗出年嘅四季嘅刊物做邊套戲啦，然後佢係可以賣到成幾千本，即係做呢個韓國第2大嘅電影刊物咯。咁我覺得佢勁嘅地方就係佢揀啲戲有揀過呢個 Midsommar 啦，即係一套 A24 出版嘅一個當係恐怖片咁啦。咁同埋親密啦，而我好難想像喺香港，即係到底要整到幾靚啊，定係個團隊幾強大啊，先可以吸引到有幾千人去買呢本書。講緊香港可能都未必有幾千人去睇過呢套戲。如果我嘅話，因為我睇嗰個時機好得意嘅，因為我哋咁啱咧，就係上一年有去過韓國韓國書展啦，咁就咁啱就見到其中一個受訪者就係 TK，咁佢咧就係
見完佢之後咧，我先再繼續睇，因為我上機之前睇咗一半啦。咁跟住咧見完佢之後咧，我哋落機唔係即係翻嚟嘅時候搭飛機咧，就睇到佢個篇咯咁啱，跟住就好似成個人出晒嚟咁，即係佢所講嘅嘢會喺本書度好誠實咁樣呈現咯。係啊，跟住佢主要就係講佢做一本地區嘅雜誌啦，係咪？我係咪有冇記錯係雜誌？係，跟住佢書字咯，係啦，會做一啲唔同地區嘅書字啦。咁其實嗰個 concept 同台灣嗰本地方咩啊？手貼係啊，地味手貼有啲似得，但係佢比較特別，佢係揾一個地區，但係地味手貼就係揾一個物件去承載嗰個地區，係啦。咁我就好好奇韓國係咪真係有咁多地區可以做，然之後佢又真係可以延續到落去，跟住嗰樣嘢就覺得佢咁樣都可以做到一個出版嘅系列都好犀利。本書裏面咧，每一間出版社介紹完之後，佢都有個 contact info 同埋個 IG，咁我就會走去 follow 佢個 IG。咁咧，然後其中去到第3間嘅時候咧，咁佢就係叫概念誌啦。咁概念誌佢本身咧就係一個每一期就會揀一個特定嘅主題，可能嗰個主題就係得2個字嘅啫。例如佢舉例就係一日獨處空間，可能係針對住一啲嘅物件、地方或者係場景。咁佢就出一期嘅雜誌啦，咁然後本書裡面採訪佢嘅時候咧，佢就係已經去到100期啦。咁然後我嗰陣時就喺度想像緊100期嘅概念，即係佢出咗幾耐啦，因為佢每一年每個月都會出啊嘛。咁去到同埋中間就有講到一個得意位咧，就係話因為佢哋去做呢一本書嘅時候，都係想同個讀者一齊去即係參與個讀者嘅生活，或者係想嗰件事就係生活化啲，吸引佢哋買呢個雜誌。咁所以佢每一期都會 set 啲嘅目標係同個讀者一齊去做嘅。夏文佢哋團隊去係想取經啦，有冇一啲經你覺得哇韓國做出版係咁樣做喎，幾得意喎？有冇呢啲地方？我自己覺得係佢哋用好多網絡嘅部分，始終韓國地方大，同埋佢哋本身佢哋網絡都好完善，即係佢哋嗌外賣嗰啲都係撳電話嘅，所以佢哋其實出版社有好多方法可以用網上嘅形式去 sell 佢哋啲書。我自己反而覺得，因為我哋嚟之前有討論過呢本書啊嘛，跟住Lester 有講過話，其實好似香港都唔係好參考到佢嘅做法啦，因為始終香港嗰個市場係比韓國讀者群會少啲啦，或者市場會細啲啦，再加上佢哋可能各種地方比較多啲啊，或者佢可以倉務上面去經營嘅時候，可以印量可以預多啲啊，或者訂閱制佢會有讀者群去支持啊，咁我覺得喺香港又好似參考價值比較少啲咯。我本身對於韓國嘅獨立出版都唔係咁熟悉啦，即係本身同埋都冇去，即係冇去過首爾嘅書展。雖然有聽或者可能有近幾年有碌話，可能譬如疫情之後，可能23之後都有見到佢哋話，可能年輕嘅讀者入場首爾嘅書展嗰個比例係多啲咁樣嘅，即係呢個趨勢係有嘅。但係睇呢一本書嘅時候，有個好大嘅感覺就係佢哋嘅獨立出版社成立嘅年份咧，可能已經係10幾年之前。但係我覺得佢哋應該有佢哋嘅生存之道，因為有啲可能好似我見最早好似有個係2012定2015啦，然後數手指佢哋採訪嘅時候，可能係23左右。咁換言之，其實每一間都差唔多有成10幾年。然後問即係團隊問佢哋啲出版人有啲咩行銷嘅策略嘅時候，佢哋咧好多都可能話冇，但係佢哋嘅冇得嚟咧，每一間又會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可能就係睇中佢哋嘅讀者，可能就係用網絡嘅，咁佢哋就會主攻某啲嘅產品就擺上去網絡，或者有啲就係話可能我其實唔係好需要同，即係因為如果係網絡嘅話，佢就未必嗰個比例上面要同實體書店溝通咁多，但係有啲就可能係想試咗實體書店嗰個反應，或者交咗俾大型書店先，然後再行有餘力嘅話，佢哋又會再供埋可能其他跨領域嘅即係 channel 去一齊推本書。但我哋都睇到就係佢哋首先好有特色啦，每間都雖然唔知係揀咗一啲好有特色，定係佢哋 in general 都係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就好似係咪少啲即係專做一個議題嘅出版社？
感覺好似香港嘅出版社會做嘅書會闊少少咯，可能佢嗰度有啲係好 focus 喺一啲中國嘅經典嘅思想著作啦，有啲係關於 gender 嘅。我覺得可能佢哋係韓國比較多一啲專攻某個領域嘅人，佢會諗住用書呢個媒介去宣揚知識咯。佢入邊都有一間提到話，可能書只係其中一個媒介去宣揚佢哋嘅理念，可以係其他嘅，不過暫時嘅話書幾好咁樣。咁可能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做議題倡議嘅人嘅，但係可能即係香港印書成本高啲，或者佢哋比較少啲人好熟書呢個媒介，或者覺得做 IG 出活動去有啲 funding 嘅 project 會更加高效率，所以好似少啲人會相對選擇書呢個媒介咯。而出版社本身嗰個定位喺香港唔係好可行，我定到太窄。因為始終你個讀者群本身都唔算話好大，咁所以如果你要食翻即係可能即係關注呢一紮議題嘅人嘅話，咁佢做闊啲就可能個讀者群會 range 再大啲，咁所以比較容易啲可以 sustain 到落去咯。係，即係因為我哋之前去法蘭克福書展嘛，跟住都有同韓國嘅出版社去傾偈咧，佢哋設計一定係落重本，係啊。即係幾多 percent 咁樣？可能3-4成都有。係我有時覺得有啲可能資深啲嘅作家咁啦，可能佢有啲好忠實嘅擁躉嘅，其實個封面即係無論設計成點樣都會總有好多人買嘅。但係有啲譬如可能新人作家咁樣就需要有啲推薦序、推薦語啦，可能有個封面靚啲啦，去吸引一下啲人。我覺得有一個 standard 喺度嘅，即係譬如你嗰本書唔可以唔靚到咩程度，即係你一定要過咗嗰個 standards，令到你本書可以出到街，即係嗰個美感上係要有一定水平嘅，咁佢過咗咁就 O K， 即係唔係好醜樣咁，我覺得收貨。如果係資源唔係好夠嘅情況下，咁但係如果你資源夠嘅，其實你喐少嘢已經可以靚好多嘅，點解唔做咧？咁你哋覺得香港嘅獨立出版生存之道係咩？做出版，大家都有做出書嘛，全職去賺取自己日用嘅食糧，再兼職做。好慘啊！你唔好講多件事咁慘啦，頂！係咩？在座邊個係全職出版咧？就嗱，其實我覺得好老實講，因為我哋個渠道唔多嘛，咁所以好似翻去最基本嘅就係先整好本書先咯。咁因為好多就好似 Lester 講嘅我哋唔係全職去做啦，咁 freelance 或者 part time 咁樣去整呢本書嘅時候，你整靚咗本書，其實你都係等一啲渠道去賣到本書啦，跟住你再心力再去做下一本咯，即係有少少似螞蟻搬家嗰個 concept 咯，即係慢慢將一啲想做嘅 topic 搬入去自己間出版社度，係啊，所以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需要耐力嘅嘢。係啊，俾啲掌聲自己先。我覺得可能又令我諗到台灣佢哋個產業嘅情況唔係咁好啊嘛，即係佢哋為咗要養住間出版社，出到糧俾大家，啲人工又好低啦，但係佢哋就要趕期啦，以書養書啦，即係出到新嘅書，攞到第一批入貨嘅錢，又可以去巴翻前邊爭印廠嘅數啦，跟住再出下一本啊，咁樣去維持佢哋個營業，但係我哋唔係做全職嘅，就冇呢個壓力咯，少啲跑數嘅壓力。係，同埋覺得佢哋都好厲害嘅，就係佢哋可能啱啱 start 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諗住可能1-2年時間，因為入面有啲都有提到，可能話佢哋都純粹係一個試驗嘅性質，但係佢哋個實驗咧，因為你出咗呢500本，跟住好快就賣晒之後，佢哋就開始可能用1-2年嘅時間去籌備，或者真係去諗呢件事係成立 full time。入面有好似2至3間嘅出版社，其實佢哋都可以係由1人出版社開始做起，但係之後就養到可能4至5個嘅 staff 員工咁樣，但係當然都有一大部分可能都仍然係自己1人嘅出版社，但係佢哋就真係由搬實驗開始到 full time。但係喺香港嘅話就好似比較難嘅原因係因為如果可能
full time 去做出版社啦。咁一間出版社裏面可能要有固定嘅 staff 之外，就係佢要去諗一年裏面可能佢哋唔同嘅主題。但係我自己係參與書店嘅嗰個書務會比較多，但係唔係 excited 喺出版嗰度，但係純粹就係去諗嘅時候，就係嗰間出版社可能佢好早就已經要規劃定佢嚟緊嗰年裏面要出嘅書，咁喺呢一度喺香港嘅話應該會有個困難咯，因為都要考慮埋人。即係有冇足夠嘅人，或者可能 designer 嘅嗰個，或者同唔同 party 嘅嗰個合作模式，只能夠係一個接案嘅形式，而唔係副產咁樣。我反而會諗到，因為你啱啱話諗定嚟緊出咩書嘛。喺香港嘅困難就係因為韓國好多人啊嘛，即係咁講。然之後你唔會話擔心出得太密會好飽，即係我哋就會覺得，如果你一年出多個6本，可能啲讀者接唔住咯，即係。就會佢哋買唔到咁多書，但係喺韓國你總有揾到你嘅群眾，你就會可以買到啲書出嚟。係，因為我哋啱先都有講到話，譬如呢一本書裏面佢有2至3間嘅出版社，其實佢都可能係同 gender 有關，佢哋都可能係關注女權或者係啲女性主義嘅出版社啦。但係睇嘅時候又唔會覺得佢哋係，即係佢哋關注嘅定位或者佢哋關心嘅議題係重複，因為佢哋嘅出版人可能佢哋自己對某個國家或者某一方面嘅翻譯嘅，即係關於呢個議題，但係啲翻譯書有興趣，咁佢哋又會自己去做嘅時候，但係又見佢哋講嘅銷售數字啊，或者係佢哋對於市場嘅嗰個反應，又好似佢哋係會食得住。同埋我都覺得又唔需要太將全職講得好必須或者好美好，即係因為有陣時一樣嘢變咗做全職，可能就會覺得好悶或者好辛苦。咁但係你做 part time 做 freelance 就你有其他嘢可以調劑下，同埋佢都未必係真係就係完全賺唔到錢啊咁樣。因為譬如我睇第2集入邊有一個係叫做人權紀錄作家嘅，咁佢就係好遺憾地韓國經常都發生啲好多不幸事件。咁佢就係由好早之前可能2000年初佢就開始做記錄，跟住到世越號啊或者到梨泰院啊佢都有做記錄，但係本身呢件事通常都冇錢嘅。但係因為呢件事佢就可以去教到人哋做人權記錄，佢都會開到啲分享或者一啲課程，所以其實呢樣嘢都有為佢帶嚟收入咯。但係如果你話開一間人權出版社，然之後你成日都要諗住啲書賣唔賣到出去，跟住賺唔賺到錢，你要去計住啲錢，反而就會係辛苦嘅地方。即係好似陳夏文佢入邊係咁 keep 住問啲人，即係你睇個銷售報表會唔會好大壓力啊？咁樣好似佢本人最大壓力。最後想問嘅問題就係咧，因為第1集咧都出咗1年幾2年，佢其實我有望住啲人買咧。嗰啲人未必係做書嘅，或者即係未必係我哋同業啦。咁你覺得呢本書，即係佢嘅特質就係佢喺台灣出嘅，訪問韓國獨立出版社，點解喺香港會叫做都受歡迎？其實我都唔好明。我覺得可能第一就係韓國。對大家對韓國有興趣，然後第二就係嗰個快樂工作喎，好似工作可以快樂咁樣浪漫咁樣，又對呢樣嘢，書名即係了解下呢個行業咁。我覺得未必係從了解個行業嘅角度去諗咯，啲讀者可能係去睇一啲人點樣生活或者生存咯，即係可能佢嘅生活嘅方法，或者佢揾到佢理想嘅方法，就係去做一本咁樣嘅系列嘅書，或者開一間咁樣嘅出版社咯，即係好似有少少似佢釣魚咁，所以佢出咗一本書，咁我就去睇嗰本書，咁都唔一定係因為我中意釣魚，可能係我想睇佢點樣去理解呢件事，點樣去發現到呢件事咁樣。我覺得好得意啊，因為咧我覺得佢原先去定位或者策劃應該唔係諗到咁大嘅，即係佢係諗住你都係做書你就有興趣啦。點知原來佢可以吸到其他人去睇，所以我覺得係佢成功嘅地方。係啊，所以我哋拍呢集係想同大家講，你唔係做書你都可以睇，佢係好得意，好易入口嘅，即係你唔需要有好多出版社或者賣書嘅知識你先至睇得明。佢其實就係人訪咯，咁你對於一個人，即係佢對咩議題有興趣，然後佢點樣去實踐或者推廣佢嘅話，我覺得都好值得睇，係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去到呢度先啦，感謝大家，拜拜。